喺古時嘅歲月裏邊，懸絲診脈係中醫傳奇技術。當時嘅國醫只需隔着絲線，憑藉指尖微妙感知，就能洞察患者體內脈象奧秘，盡顯智慧與神奇。而如今呢，現代電腦經絡檢測嘅登場，早喺40年前已經開發，成為研究太空生活嘅重點科技。佢利用前沿網絡科技，能喺遠距離精準分析經絡狀態，正好配合東方醫學嘅智慧，喺上醫治未病嘅預防醫學宗旨底下，配合國民走向大健康趨勢，為親友保駕護航。而家以古今結合，只需5分鐘時間，便能查找出各種毛病與臟腑關係嘅原因。無論要尋找終極調理之道，預防都市病嘅各種疾患，延緩衰老優生，食療及為老弱制定調補方案，都係首選依據。與其年年去體檢，目的係揾出邊度得病，不如一生一次人工智能經絡檢測作預防，嚟得實在。讓中華嘅傳人齊來踏上千年文化與科學嘅相遇，守護我哋嘅生命健康。